春啊，继续要来看这个台中大甲马花园，嘛正式来开操咯。点心站有肉包、有肉粽，也阁有卖小笼包的。现场是吹660粒免费封食。香灯卡也就是信徒是食少少，食甲真满足。另外，伫这个软轎卡的队伍，有2个小小的身影，2个小兄弟啊，一个2岁，一个1岁。因为肺炎也未好，因是坐着婴仔车吊大重的来软轎卡。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，阁特别替大甲妈的护身符护因，要保庇因平安健康。小汤包业者伫咧路边设摊位，免费提供小汤包，现场吹予大家吃。660粒的小汤包吹好势，旁边随清起片空台。摊位头前摆甲乐长，香灯卡是一个接一个听，一喙加包仔是有够满足。好吃啊，不是。那很多汁。大家嘛10号报名会员，香灯卡会当正式开始食炊。细细点心站的信徒，甲补给品换做是炊。忽然阁准备200粒肉包、200粒肉粽，犹在香灯卡家己选。啊，这是肉包还是素包？甲包变开，内底包肉看起来真好食款。老食的桌顶可以凉下，无到1点钟就去拼了了。迄田已经开操啊，所以就传一寡肉包啊，大家有关系。因为中学中张家军马来西亚补给站准备2饼茶米汤和小虎的饭团。我希望大家就是早上吃一个小小饺肉安尼。因为大甲妈文昌现场有去牵着无开放线道软轎卡，当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答应会员一定会予信徒体检，所以信徒沿路排几啊公尺等待妈祖软轎经过。都有2个幼囡仔，分别是1岁和2岁兄弟遐坐伫咧红影车顶，乖乖伫咧等妈祖来。因吊大堂，因为因得着肺炎，也袂好。这个已经住院一个礼拜了，想说保佑他们身体强壮一点。妈祖软轎特别停伫咧兄弟头前，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提平安符啊互因，祈求大家妈会当保庇因身体健康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